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喜妹，我知道你拒绝我只是一时，你还忘情不了对阿喜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我对你的感情这么真，这么深，我相信，只要我等下去，我一定可以等到你的。阿妈，我们的感情，在我嫁给国强之后，就已经缘尽情了了。你还要再继续等下去吗？安东叔叔，妈，不好了啦！我刚才去找安邦叔叔，你看他留下了这封信离开了。喜妹，既然是情已尽，缘已了，我的决定只有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不能说服你和我一起离开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。但是，我也很庆幸，在遭受重大打击之后的你，竟然还可以这么坦然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。你是位坚强的女性，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地被命运击倒。我也坚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无论我在天涯海角，都会默默地祝福你。安邦上。安邦叔叔怎么会走得那么突然？连声再见都不说。妈，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？你说，你不肯接受安邦叔叔，是不是因为爸爸？别胡说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在世界上，我只要有你们两个就够了。可是安邦叔叔是唯一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他很疼我们，还真舍不得他走。将来你们长大了，一样可以到台北去看他。说不定那个时候他已经儿女成群，你们也做了表姨表舅了。赶快去看书啊！妈还要煎药，拿到医院给阿嬷呢。妈，你对阿嬷真好，每天要到医院去，而且啊，都还要进药到医院去给她喝。做人要感恩图报啊，毕竟我们这陈家的屋檐下，
住了10几年呢。你们小的时候，阿妈对你们也很好啊。我现在这么做，也算是对陈家的补偿。妈，我帮你煎药。不用了，赶快去看书去啊。他怎么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？阿姨，师妹，你来啊，来，下水。阿母有较好不？无气色。我也中药来了，我甲张医生问过，伊讲吼，这对中风真有效呢。多谢啦。你要创啥？我要甲阿母验身躯啊。这我来就好啦。了解，我来了。我来啦。你一查甫人，家母出身体总是无方便啦。了解啦，我来，你脚无方便啦。了紧啦。阿姐哦，这个伤名啦，你紧出去啦。来来，等下要换水吼，我再甲你叫啦。你出去啦。多谢啦。你去。阿母，你都要较紧好起来呢。阿姨为着你破病吼，规个人拢散落来，我看着嘛真唔甘。伊本来就是一个无烦无恼的人，啥物代志拢看会开。啊，不过这几工拢无共款的呢，规个人拢变啦，规工安尼油头甲面。你若是有感觉吼，我想。你也无愿意看到伊安尼对无？所以讲，你要较坚强的吼，要较紧好起来。阿母做10几年啊，生活头还搁咧皮薄手。你若想要讲好，要较大胆。但是若互伊拒绝，加歹势。管伊啊，伊就要想要转来我身边，我一定去要甲讲。你甲我讲啥？讲，讲啊！多谢啦。我先来走，阿母你要顾好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妈，水都干嘞。哦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大这2天要做生意，要跑医院，有点累了。没关系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妈，你不舒服就在家休息1天嘛，等药我帮你送去医院就好啦。也好。阿妈住院以后，你还没去看过阿妈呢。今天你就帮我把药送过去啊。嗯。
我是金良啦，我来看你。干嘛？看你破病遐严重，我心肝内足艰苦的，你知影无？因为讲你定来骂阮、教训阮，我知影拢是阮好，对无？阿嬷，我足希望你会当起来拍我、骂我，我无想要看你倒在病房的啦。阿嬷，你紧起来啊！阿嬷，阿嬷，我知影你为了发生这件代志，一直要怨恨我家己嘛足怨恨家己的啊。我从无应该死，我从较乖，我较巧着，无应该死，死人应该是我啊。你都袂管阿母甲姚凤赶出代价，拢是我。都是我拆碎这个幸福的家庭啦！阿嬷，你起来教我安怎做啊？你起来教我安怎做啊？阿嬷，天公伯啊，阿嬷会当好起来，我减活20年、10年、30年拢会使啊！阿嬷会当好起来，啥物拢好。阿母。你有听到金良讲的话无？爸，你看阿嬷。阿母反应啊！医生，医生，阿嬷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喂，金龙啊，好，那我马上过去，好，拜拜。妈，金龙叫我马上去医院。金龙，妈，阿妈怎么样？阿嬷她已经有反应嘞。真的？医生他出来了。等一下。哦，应该。怎么样啊？爸，你先让他讲。医生讲吼，阿母有进步啊呢，随时可以精神啦。哎呦，莫较注意咧。谢天谢地啦！哎呦，阿母若会过这关吼，安尼就平安啦。哎呦，无代志就好。这讲起来，拢是金良的功劳啦。伊伫阿母面头前讲一寡足感动的话，阿母才有起色的啦。嘉信哦，你跟阿妈说了什么？我就跟阿嬷说，叫她快点康复。是咩啊？你拢唔知影啊？金良我求天公伯啊，讲只要阿母好起来，减活20年、30年拢不要紧啊。乖孩子啊，阿妈真没有白疼你。来，进去来看麦。你感觉安怎？是不是无爽快？清醒啊！阿母清醒啊！阿母，你要讲啥笑？还是要啉水？啊？我看袂出来。啊？我知影，你讨厌我，你无想要看到我。不过，伫我的心肝内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大家。我是无拖无罪错，不过我知影有阮着爱报的道理。虽然我即马不是当家的媳妇，这10几年来，我来当家，你对我的好，对我的关心，甲照顾，我拢会记得。你给我报答你的机会，你给我留落来照顾你啦。我是不是讲唔对话啦？
是嘞，我是干那要甲我心内的话讲出来，我不是听讲话要互你生气，不是讲。是嘞，我真有生气。师妹，我还是回来去，我回去了。阿母，你想要讲什么呢？阿母，你讲啥我听无啦。阿母，你讲是毋是咱陈家的新妇？好，我去坐转来吼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。阿母讲要记去啦，讲你是咱陈家的新妇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我是师妹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你无对不住我，我当受袂起啦。阿母是讲叫你甲咱转来啦。其实你根本不应该离开咱陈家，我和阿母嘛不应该将福将死怪在你和金良身上。福将的死是一个意外啦，人死就死啊。就算讲怨天怨地，也无法度改变这个事实。福将也袂阁活去，连咱离婚这段时间，我才感觉到真正的可贵。你、金良、玉芳，拢为阮陈家咧牺牲，哪需要将福将的死搁一直藏在心肝内咧？其实只要金良、玉芳有友好，若要细强、细单，哪有啥物差别呢？就敢若你讲的，你已经失去一个后生，咱袂使搁失去一个后生，搁一个查某囝。咱拢是一家人，咱一家人是不应该分开的啦。我和阿母若有啥唔对，你来原谅啦，和阮转来好无？妈，阿姨，你这是创啥？紧起来啦！你是查甫人，唔通安尼，囡仔伫遮歹看啦。我唔惊歹看啦，你若唔和我转来，我就跪伫遮啦。妈，你就原谅爸啦。妈，你起来啦！你快我转来。爸，妈叫你起来就是答应的啊。爸，你快起来啦！妈，起来啦！你和我转来哟。阿母，是要甲咱转来啦。大家起来哈！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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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起来，一起来。起来未？
妈，对啊。妈，你不要紧吧？是咩？你是安怎？人袂爽快哟？哎，讲到你这个公囝公孙哩，恁妈妈吼，可有心啊啦！啊！妈又怀孕了。真的啊！好，我要做老爸啦！哎，大家，我要做老爸啦！今日拢做我新娘，的。妈，阿妈甲你讲，今仔日吼，阿妈上欢喜啦，这叫做吼双喜临门。是对不做真爱，痴心陪你谈，拢是心甘情